从天叫我出声。伊伫路边原地顶面，伊是路口的徛，伫城门边，伫城门口，伫城出入的所在，大声叫讲。众人啊，我叫你，我向世间人出声。众农地的人啊，恁就会晓得通达的你。有讲的人啊，你心内要明白。恁就听，因为我要讲结果的事。我要以水论证这个事。是耶和华做我的起头，伊的起头创造的事实，我是伊所有。对永远对下起头，维有世界的大生，我已经受下你。唯有真的，唯有最最水的水泉，已经是我。大山袂行着，小山袂有的大生，已经是我。摇花将会创造大地甲田野，以及地上可困的万事。伊建立遮的天是因万地成恩的比因你男子用错，经过清恩的水泉。大海定是着再含河水无看过的面面。听着大地的轮机，我甲伊一个。伊是我伫遐做财富头，为互伊欢喜，上重伫伊面前快乐。伊通家己的生快乐，也甲世间人三甲欢喜。恁遮的囝，敢着听探我，因为即是我的道路的就好去。着听教示，就比着义义，毋通拒绝伊。听探我，伫我的门口咧等，伫我的门前徛比顶头的，即个人有福气。因为找着我的，就找着我命。也要对摇花得着恩惠。得罪我的是害家己的性命。万有我的拢是家己出死。伊个，请师上的弟兄们好让一个。现在主，咱知影，你伫咧出交找你，因为主你就是你的道路就是真理，嘛是公义，嘛是义。主啊，为你今仔日就是本的心内到我头上，收拾阮的义务。今仔日就互阮的白日，你的一切教导甲旨意，互阮行伫你的道路内底，就永远的生命。若是你帮助阮逐个人。了解你的教师了，会晓行出你的教师，会晓更较亲像你同款，亲像一个甲你同款的人。感到你的电脑内底时阵，主啊，你会知影，阮是一个合你心意的人。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圣经记载是，以前所书信书非常好看，让他写的，它里面的节目好让来看懂的们。还有主的平安，今仔日来看圣经，今仔日的经文是以前所书信书25章到32章，以前所书信书25章到32章。第一看一本是221页，我甲本是242页。我来读，请兄姐来看。25章，所以就如去白菜，别人甲伊的厝边讲真实，因为咱三角做伙，咱受气也毋通犯罪，有去受气毋通到日落，也毋通互魔鬼有通通入。偷摕的无得搁偷摕，因靠着我，亲手做好的工，才有通分互欠过的人。恁的嘴拢毋通讲出垃圾的话，多多就讲好话，照即时的欠过来做注意，互听的人得到稳定，也无得互上帝的信息谬论。
就是所拜用来吸引你到伫社会里面，一切苦毒、怨恨、受气、三养、诽谤，以及一切恶毒，都着对恁中间除去，搁着用仁慈、三款爱、纯怜悯的心，大家相赦免，亲像上帝伫基督发赦免恁共款。愿上帝的话结条伫咱的心。我感觉这是真有意义，今仔日拄拄好咱的青年伫遮做服侍，互咱看见，只有咱的青年会当听起来，伫信仰内底，然后伫这个世代，老实讲，这个世代就是属于青年人。总是咱的青年也爱知影，到底这个世代是啥物款的世代，已经甲伫老爸阿公的时代无共款咯。这个世代到底要安怎影响咱？
要安怎互咱对伫咱的信用内底来增长，无共款。所以我感谢主，遮的青年，因即边对所有的兄弟内底，几乎差不多一天24小时差不多牧师，所以即摆小可稍声一直耳提面命就是一直来讲这毋是念就是提醒你到底你即摆咧想啥物？你有祈祷无？你要安怎祈祷？你要安怎对你的日子写落来所以互伊的心连想要拍手机拍迄拢无啦手机是用来安怎？用来看圣经，用来伫第3天的时阵耍大地游戏，连迄个游戏都毋是干那游戏，算的做好耍的得到奖品。迄个游戏就是伫圣经内底，而且伫真理内底的教导。所以小朋友嘛，耍到所有的人都耍到足欢喜，因为因手有一点耍到这个游戏叫做绝地大反攻。魔宫篇你安怎伫遮来行设计游戏的人，伊原本像讲逐个拢知影讲目的是要安怎，最后是安怎才会赢？目的就是你的人你这个国家的人爱见较济咧，这就是目的。结果伊足惊大家一个来就讲若无我甲你好朋友，大家我着去恁兜，你来你即国来我即国，足紧着天下太平对无？伊讲伊的考虑伊的惊是假的啦，因为人的本性就是啥物，就是要还价所以一个开始算哇，逐个都伫我要赢你，我要赢你，我的机仔要插伫你然后你也我偌济钱，结果这个游戏的目的是安怎？毋是钱偌济，毋是土地偌济，是你有偌济人会当组织做伙。这是圣经内底讲。创世纪第1章的26节、27节、28节讲，恁爱安怎生团济济，治理管理这地，比例管理遮的所在。所以感谢主，互咱知影讲，咱的生活其实甲咱的信用拢无离开，咱生产甲来祈祷。主，我感谢你，你时时对阮讲话，主检察阮心无时时伫万变，总是即时阮向你恳求。耶和华的恩典，互我进入伫受教的心，会听的耳孔。你的圣神帮助我会当来听你的话。你的圣神帮助，互讲的也有圣神，你会同在；互听的也有圣神会同在。互阮今仔日对你的真理内面，佫得到食饱。佫得到欢心，佫得到行动的快乐，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今仔日我要佫讲会议的快乐，佫一遍再思化的能力。我想，若是伫6月的佫前一礼拜有来的，你就知影。经文嘛拢无变，以弗所书第4章25到32节，因为我发现会议。无简单，逐工咱拢咧讲话，特别妇女讲愈侪话姊妹女性讲愈侪话。伫即个讲话的中间，其实咱有听到台语有一个俗语讲安怎，啥物会当食，啥物袂使你安怎饭，会使你乌白食了，还是安怎饭就是会使你安尼凊彩就食，但是啥物袂使你乌白讲话啦，因为话讲出来，毋是造就人。就是伤害人，你敢有同意？有无？有诶，因为我细汉仔定定听迄台语哦，还是大人拢做爱讲，哎哟，你一句讲都袂晓会，就做爱讲安尼，即种迄个话，意思讲话，毋是艺术，今仔日毋是咧教导咱讲，诚贤讲话，你若诚贤讲话，你去找啥物啦？找迄即摆年轻人想来迄直播主。用迄网络，干那翕一个，伊会当甲你讲一堆话，还是迄叫卖哥有无？咧卖物件，哇，伊安尼讲甲走路要安怎靠右边啥物买东西你要看这边什么走路要错过，不要再错过做这安尼一大堆啦总是今仔日要甲咱讲咱的话其实是有贵啦，所以若是安尼，人散的话就无学会讲。伊晓的话嘛无学讲，咱做伙过来读即段
的圣经是对现代台语会较深刻，咱做伙过来读来请。所以你着看你对着属于讲是话，因为咱拢是伊着身体的部分。你若受气，毋通你搞多，毋通搞着了体受气，毋通无鬼有空通利用。捌做过10个，毋通落头体，着落双手三做工，你着成功的受力。有咱通帮善善下人，歹话毋通讲，加做着讲做受人的好话，互听着的人一定着利益。毋通互上帝的圣神忧伤，因为圣神是恁属上帝的印记。保证恁是拯救的恁着该老板有的咱是这恶开始受气，宣扬诽谤以及以色列害，着真切民主3万台，互相下面让上帝他会对下面的人话。咱去知影，我伫倒位读者，伫倒位我有讲，弃晒一切的恶动，海圣地受气。咱弟兄们，其实海圣地受气，一直拢伫咱的性情内底，并无因为你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洗礼，这个海圣地受气就离归你。但是你会当安怎？你会当拒绝，已经要对你啦。但是你会当拒绝来互对，这是咱的重点。无因为我来信耶稣，我就诚做圣人，我就袂搁歹圣地，我就袂搁受气，嘛会总是我的受气安怎会较短，无超过9年仔。这是伫咱的信仰内底，上帝应允咱，互咱伫这个中间，咱爱需要来操练。总是顶礼拜咱有讲过。话语会伤害人，一句话讲出来会伤害人。咱有共同的经验，就是对细汉开始就拢受话语的伤害，敢毋是呢？甚至伫咱还未生出来之前，咱就拢受伤害啊！伫老母的腹肚底，所以咱讲一生内底的气力，也是迄个源头。咱一生生命的源头是对倒位开始？对咱的心开始。对咱的心开始，就是你的心思意念的这个部分。这拢顶地课的我就来讲，搁留一遍所以心是啥物的所在？咱知影心就是咱的心思意念顶遮的所在。若是用这个心，就是咱的生命的源头嘛心中若定去，就袂活总是伫咱的信仰内底，心就是一个最活的所在。就是你诚做一个祭司。咱诚做一个祭司，也是看咱的心。咱诚做册面，罗马书12章的第1节讲，你诚做活的祭，献互上帝。伫新约时代，已经无搁有迄个祭坛，实际的祭坛，总是咱这个人每工咱献上的，就是祭坛。我这个人伫倒位献？伫我的心啊！所以咱的祈祷，顶个规个拢伫心内底。诚做上帝的殿，是毋是？甲咱徛在拢伫我这个人，我这个人伫倒位来显明，就是伫我的心。但是伫创世纪第8章的21节讲，对人对细汉，对细汉心中就充满歹的念头，这伫咱的时阵，过来充满败坏，这是伫新约了有讲安怎？咱的嘴常常讲出来，拢会伤害人。所以耶稣讲迄个落落电锁的食落腹肚放出来的无垃圾，是你讲出来的话才会垃圾人的心。过来讲，你会误会人。但是你若是你的清气，你的心清气，你全部都拢清气啊！伫这个中间有讲到早期，咱自细汉就受伤害，这个伤害当咱胎儿，迄个囡仔。伫老母的腹肚底的时阵，头先怀孕的时阵足欢喜的。总是这个老母若遭受到啥物款，
惊赢无安全、伤害、压力，吼，啊，搁一个焦虑，吼，忧愁、威胁、拒绝，吼，而遐咧惊讲啊，我即摆若搁生着查某的咧，已经生4个啊，要安怎？还是惊，吼，先生去做兵，有个先生是去外国，吼，啊，伫即个中间老母的无安全感，拢会影响胎儿，吼，拢会影响即个囡仔。你毋通想讲伊家己入不到底，你着安尼排伊生出来就好啊，伫迄个时阵就了。所以原本是种笑面的囡仔，伫腹肚底就受伤害啊，这就是内在的伤害，吼，内在的伤害实实在在。再来，当遮的伤害到伫即个囡仔，当伊伫青少年的时阵，伊着咧地数咧诚做会成瘾嘛吼。你想我毋知影成瘾的代志你安怎讲吼？咱是讲有一个瘾吼，即摆我嘛毋知影讲，就是你会足想要做一个代志，一直有一个瘾头，吼，包括啉酒，吼，包括食薰啊，还是讲食毒啊，吼，啊，食下还是吼网络成瘾，啊，其实权力嘛会互人成瘾，就是一直要做大，一直即个无够，搁一直去，吼，啊，所以咱会当看，当咱看到即款的人。你毋通去责备伊，哎哟，你敢毋知影食这个毋好，食毒毋好啊！哦，搁食海洛因，伊的背后是啥物？内心，伊的背后是啥物？上头啦，伫老母的腹肚底会伤害，点彩当伊生出来内底会伤害，所以有即款的成瘾。啊，我捌一个少年啊，已经成年人啊吼，伊的姐姐来找我，毋是伊的妹妹。伊讲我的阿兄食毒，海洛因，吼，足歹解的，啊，叫我甲伊哥哥讲话。我去甲即个哥哥讲话时，即个哥哥伊讲伊足想要改，伊写字也诚水，总是你会当看出伊的内心伤害无得到满足。伊读到高中毕业尔，所以伫厝顾掠，伊的小妹搁甲伊的小弟。拢做老师，吼，迄种学问诚悬，所以伊的心肝对伫家己迄款的无满足，搁对父母内底看出来对伊的失望，所以伊就互朋友来讲啊，安尼帮咱你较莫遐尼啊忧愁啦吼，啊心情较欢喜，所以伊就对食堂内底啊必须伊，我毋知伊即摆有改无，吼，足歹改，啊，这要安怎改？对心来改。毋是干送去解毒所物件，爱对心内底迄个家庭内底的破裂，就是甲老爸老母的不和，老母对伊的指责，吼，啊，伊尾后佫带内底的电话，对这个规个的源头来解，吼，啊，所以咱咧看遮个成瘾的人，咱也毋通看讲后壁讲，哎哟，你哪会安尼较严，拢严掉咧？你爱看伊的源头，看伊的上起心。伫伊成长的过程的当中，是毋是有啥物款的回忆的伤害，甚至伫老母的腹肚底，捌有啥物款的伤害？有一个啊，我介绍的青年人结婚，迄个太太，两个拢老师啊，诚好啊，结果迄个太太拄结婚啊，伊有甲我讲，伊讲当因妈妈怀孕她的时候，因爸爸就是伫大陆，伫中国，所以伊的内心无安全。所以愈结婚尔，伊就甲伊的先生常常讲，就迄种冤家，迄种焦虑，啊，足好个啊！愈结婚哪有啥物吼？咱刚刚听过伫咱的接触内底有人愈结婚对阿里山下来的哭了，人伊是感觉责任重大啦吼！我顶摆家庭礼拜的时阵吼，咱有一个某一位接触，伊讲当伊娶某吼，蜜月结束，伊就开始哭啊啦吼。啊！我才顶天才听着阮老爸，吼，阮爸爸，伊讲当伊对山顶要对阮妈妈娶落来的时阵吼，伊管吼流目屎哭，下拢查某个咧哭吼，感觉责任重大，然后我啥物拢无。啊！我即摆要讲的是这个学生，伊嘛开始哭，伊讲啊，我来结婚以后足快乐的啊，足幸福的啊，我的先生嘛对我足好的啊，我来一直哭。然后因为伊是伫教会吼，伊尾后咧哪讲伊的牧师带伊看着，伊内底会无安全感。虽然已经做好的先生，但是伊因为伊伫老母的腹肚内底，因妈妈常常受气，
讲我这个先生哪会去大陆，然后无倒来，迄款的焦虑，迄款的不安全感，拢总伫这个查某囡仔到20几岁才形成。所以孩子们不要小看那咱即摆就是要溯本追源找来上根本的好。伫这个成瘾的中间，成瘾包括我顶礼拜顶边讲，迄个真做你一直想要做的代志，当时是足高尚的，有无？迄个骨三科的医生，伊去买古典音乐啊，伊足爱听古典音乐啊，所以伊就一直听啊。结果伊就去买啊，伊讲迄店员你就袂去伊拢对你熟悉，伊就问讲，即摆佫出一个新的啊，你拢无买咧？伊就佫听，莫扎特新的，佫别个乐团新的伫遐里听。伊讲伊捌一礼拜开8000块美金内底的CD片，佫有一遍上界严重。当伊伫遐咧听的时，伊的手机仔咧讲，来，赶紧转来，有一个人要洗啊。结果伊头壳忽略，迄遍转去，伊无去接生。你想，伊是一个妇产科医生，无接生，了后伊转去，佫毋敢甲因太太讲。伊入去房间内底，伊尾后伊才反省讲，我是安怎的？做即款代志做到遮尔啊，沉迷伫即个内底，伊才想到伊的出生嘛，我有讲伊的出生就是伫第二次世界大战，伊是迄个犹太人，是匈牙利的犹太人。所以迄阵的犹太人伫法国已经大家拢已经掠到呢，所以迄个时阵所有的出生的幼儿啊，一两岁袂晓讲话的囡仔拢咧哭，暗时拢咧哭，因为因的老母拢安怎，拢足惊这个民族即摆人咧谈的，人咧掠咧去其中的，所以迄个老母的忧伤，迄个老母的紧张，迄个老母的无安全感，迄个老母的惊拢伫囡仔。迄囡仔饲奶伫迄个中间，所以孩子们咱知影，这个伤害拢对咱的心内底，假使若无意义，甲老会安怎？伫这个阿兹海默症、老年痴呆、脑部的病变、帕金森氏症，你的关联的退化，拢甲这个细汉的时阵所拄着的害苦拢有关系。但是安尼，咱要安怎来做？足气堂。气色大会当取消救助，这是伫我头拄仔讲的讲，伫创世纪第8章，那阿20节，咱做伙来读个无来。那阿闻着耶和华天造大，对人千里的惊声，逐样千里的微笑出来，变大应最羞耻。好，兄弟姊妹。那阿为着耶和华天造大，这个大会当讲就是上较头前的，其实伫迄个阿伯的时阵就已经这大，有印象无？有同意无？伫阿伯该本的时阵就有这大，对无？伫因的这大的面顶就是开始冤家嘛，耶和华降力阿伯所献的这，结果该本就安怎收去，然后害阿伯，了后。伫那阿这个祭坛内底咱看到遮有写咱的主的回应耶和华上帝的回应，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出现。圣经内底同款的代志，第一个出现上界重要，所以咱搁来继续读第8章的21节来。耶和华以你的行义，耶和华是来求告，我无过因为人的关给我救助的。因为人对世人的事心所想的害，我都会照我所行的各袂当效的话所以人家讲耶和华，因为咱阿起的迄座坛献上的味，伊安怎闻到迄个香味？所以闻到迄个香味，有做啥物款的决定？伊讲我无要过，因为人的。缘故来救助地，所以这个祭坛是会取消这个救助的。但是是安怎迄个讲取消救助，是因为有香味对无？人细汉心就受害，这我顶面就讲过。所以耶和华上帝讲，我无要照我所行的
搁咧各种的花艺。而且咱来看这个制度内底，迄香味对倒位来的？对这面对无？献上啥物各种清气的，吼，这真心逐样清气的味食，吼，而且有清气，吼，所以才有香味。所以而且咱来看这面，伫这个制度内底有这面，这个这面是清气的，兄弟姊妹，咱有清气无？咱要安怎得到清气？主耶稣的宝血洗清气咱，敢毋是咧？不是洗清气咱时常是罪恶的中间啦，逐工差不多拢伫罪的中间啦。但是咱要安怎得到清气？约翰1书1章9节，1章，吼，恁家己转去看。咱的主是信实是公义的，你若认你的罪，伊就要赦免你的罪。吼，所以伫遮耶稣基督对咱的心，咱要诚做这。过来，咱来看迄个香味。头拄仔讲，耶和华有闻到迄个香味。这个香味伫外语讲馨香之气。这个香味伊的原文的意思有一个安乐，有一个平静，有一个安稳。这个安稳的字义来文就是一个宁静，一个心肝头的规个拢安定落来，一款的安静。所以当耶和华闻到这个香味，当耶和华闻到这个祭面，伫祭坛顶面这个心，吼，我人话做咱即摆伊的心，闻到这个心是啥物款的心？爱啥物款的心？有香味的心嘛，就是爱有安宁静啊。所以而且咱知影，当你的心若无安静的时，当你的心若伫遐，吼，伫遐复顺吼。伫遐咧混乱，亲像马呆共款，无法度起这大，安尼咱有动无？较正知影吼。所以咱爱来检查看卖，到底当咱献上伫这大顶面是啥物款的这？咱已经毋免亲像哪共款，毋免亲像旧约用迄个清气无瑕疵的祭面。来到伫遮献上，总是咱的心有安静无？咱的心若无安静，即使你主祭坛，上帝用迄个香味无，看会到迄个安乐无？看到迄个平静无？无，所以安尼就无知影。所以，过来，甲咱今仔日所读的经文有关系。魔鬼撒旦讲安怎？吼，伊要攻击咱对无？才有，毋通互魔鬼撒旦有空空，吼，毋通互魔鬼撒旦有空空，通入。才讲，写着祈祷，对着会找着空空来攻击咱。哦，我伫咧祈祷啊，是安怎对着哪会来攻击我咧？兄弟姊妹，咱的祈祷拢是祭坛，你同意吗？咱的祈祷拢是祭坛，所以伫祭坛面顶，咱献上敬拜。想象者是像那迄个祭坛，你伫顶面献上敬拜，献上娱乐，献上认罪，献上悔改，献上代求，拢是祭坛。所以咱的祈祷关乎我们的什么？你的心，你的心有安静吗？你的心若有安静，然后来到主的面前。然后献上的祈祷，就是伫主的面前献上你家己。所以咱的祈祷就是祭坛，这咱一定爱有一个这个概念吼，这个信念咱一定爱知影。祈祷就是祭坛。当新约内底耶稣咧讲，恁着安怎祈祷，恁着安怎祈祷，迄个祈祷拢是因拢有读旧约，因拢有旧约的背景，就是咧讲祭坛的部分。所以迄个祭坛献上的这个祭面足重要，祭司足重要。啊是安怎讲祈祷对着咱会做个空啊？所以假使你若祈祷，毋是照主教是咱的祈祷。请问主教是咱的祈祷叫做啥物？来，我来请咱的亲人。主耶稣教是咱的祈祷叫做啥物？马太福音第6章，其他牧师有叫
伊就是安尼开始咧算的时阵，有一个人来是伊叫做啥物？伊恩，主导文啊。主耶稣甲是咱的彼得主导文啊。主导文拢咧讲的就是安怎？上帝国上帝的义对无？叫咱所咧食、所咧穿的，咱爱烦恼无？咱毋免烦恼啊！咱毋免烦恼。所以当你的彼得若是讲，主啊，我实在足烦恼的，我毋知要啥物，我实在最近经济足歹的，需要，也是一个教会讲，主啊，求你来帮助阮啊，阮经济足歹的，阮的兄弟姊妹逐个的工课拢是迄种较低层的，我甲你讲，魔鬼撒旦嘛听咱的道，伊随想处理经济，请问，安尼有好无？你感觉有足侪钱刚好，就入去试探内底，你知无？所以我伫遮要甲咱分享的一个乌干达的巫师，伊真做无属伊的见证，讲伊自细汉还未生出来进前，因老母就知影讲伊生出来伊咧嫁伊咧娶一个老的巫师查某的，就是咧甲伊咧因为咧巫术来联亲，迄个老的将伊所有的拢互伊。咱知影灵界是做真实的，只有圣灵是唯一的真神啊，还佫有其他种派的神类，所以这个派的神类伊就会当来用，所以这个巫师伊讲伊上爱攻击啥物，伊拢会听人来祈祷，伊讲因捌对一个教会安尼做，迄个教会逐个厝一直祈祷，结果头先伫遐祈祷讲教会会当复兴了后，这个教会伊无才了当。结果有一个教会，主啊，阮无钱啊，阮即摆欠过钱，等等哇，伊足欢喜，伊怎啊互逐个人拢有钱？这个巫师伊有在了，有即款的气概。伊讲当逐个拢有钱了后，逐个拢忙着安怎理财啦，拢无时间好逐个做伙祈祷啊，所以迄个教会就安怎愈来愈分裂啦。逐个拢安怎？我嘛有钱，你嘛有钱，逐个有钱阮来要投资啊，要投资啊，要股票啊，啥物等等。所以这是这个乌干达的巫师，伊做的见证。伊讲伊会听人的祈祷，所以兄弟姊妹，当咱咧祈祷的时，主讲你毋通亲像外邦人用咧重复安尼，重复的，过来你毋通亲像外邦人伫遐求讲我欠命啥，我欠命啥，主讲你所欠的命我知影。所以这也是牧师甲咱讲，当咱咧祈祷的时咱爱用肯定句啊。就是讲，主，我相信你是丰盛的，你有欠过啦，我确实都欠过啦，但是你安怎祈祷？主，我相信你是丰盛的上帝，我靠你的人无欠过半项，阿免吗？这就是为着你的欠过来祈祷的，用安尼加入咱的信仰的信息伫咧内底，所以兄弟姊妹，祈祷就是这一步，太重要了。当你的囡仔顶礼拜才去参加迄4天安尼足热切的，欢喜伫遐主我要跟对你，我要爱耶稣。结果4天的营会转来了后，开始卖吵我，入去拍电脑、耍手机，要安怎？毋通相信，因为伊的心肝内底80%互迄魔鬼撒旦一定伫遐来救，但是伊有20%已经赶咱的主啊！转来了后，因为失去那个氛围嘛，转来厝是一个，迄个大家拢咧佚佗的氛围，所以就是自然的安尼，咱爱看见讲，主上帝，我将我的囡仔交互你，我相信你伫你的心内底已经点到迄个热情，点到迄个热切要跟对主的，的确要加强，要幸福，阿免吗？你毋通开始伫遐，无效啦，无采你第4天，哪会去做安尼？卖拍啦，卖拍电脑，卖拍手机啊啦。我要甲牧师讲，我来讲，安尼你就是甲魔鬼共讲的，安尼知无？你会当闭上嘴巴，卖起来讲，但是你来到面前，到主的面前，你来讲主啊，求你赦免我。请做老爸老母的先祈祷讲主，你赦免我。我无在条影响我的囡仔，但是我相信你会当影响我的囡仔。
你的性命就是为着我的囡仔来放杀的，敢毋是咧？咱的主耶稣为着咱的囡仔来献死，是的无？有无？有啊。所以我相信你伫靠咧求伊，求你亲爱就来，求你亲爱就来。兄弟姊妹，迄是足真实的时阵啊！咱的祈祷是安尼，咱毋通看讲，哎呀，搁安尼，大概都安尼啊，无救啊啦！你迄个时阵，你着爱伫遐祈祷，莫念伊啊，莫念伊啊！吼，求主挪开我们所有一切的失望、羞愧，就是求主你，吼，对我除掉所有我这个诚侪老爸老母迄款的失望。你看到囡仔，你会失望啊！我就叫你莫安尼，你哪会搁安尼？会失望。但是你爱转向来主讲主啊，你是除去我一切的见笑失望的，你的确要伫我的囡仔面前咧诚侪一样的事。过来，因为过去咱亲戚，咱是因为搬过节，咱知影吼，出埃及记内底，创世纪过来就出埃及记对无？请问以色列人伫埃及几年？430年，吼，400几年足久的对无？啊，请问伊出埃及迄段时间伫旷野几年？40年，拢无底的，吼，400几年，400几年，咱台湾嘛400几年的历史吼，咱差不多无足济，吼，无足济。所以迄个400几年伫埃及内底所受一切的文化的代志，对因的影响。咱的耶和华上帝40年伫旷野内底，要互因，互以色列百姓来等于讲应教着着，对咱来讲诚重要。所以搬过节，出埃及记的搬过节，这个意义咱爱注意，吼，咱爱注意。捌有人牧师甲咱考试，吼，咧讲道理的，伊讲若搬过节甲过偌节冲突了。哦，咱即摆咱毋知影搬过节哪一工啊？吼，伫犹太人内底有搬过节，若搬过节甲过偌济冲突，你要过啥物节？爱过搬过节，迄是一个根源呐。搬过节嘛咧象征主耶稣，吼，所以若无搬过节吼，无过偌济，啊，过来就是讲过偌济吼，大部分是欧美国家吼开始来显明的就对啦吼，伫圣经内底并无叫咱。过偌济，总是爱守搬过节，守意义的。好，咱来先赶快进入埃及，出埃及，埃及伊的希伯来文的原底意思竟然是下呢，限制、幽禁。所以咱就知影讲是安怎，咱的主耶和华上帝讲，哎，你来出埃及，就是离开迄个，互恁会当安怎，要甲恁在化的所在。哦，伫互恁在化的所在失去命定主张，互你所想的，就是安尼尔。所以咱亲爱这个时代的少年人吼，因会当讲，就是伫埃及内底。咱这个世代，因个世代叫做我世代，我，啥物拢快点看，我欢喜我都咧做，所以有足侪多元啦，足侪多元的啦。哦，校外意思，因为即摆言论较自由啊，所以会当表达伊的意思。所以伊无一定尊重啥物意思，但是上盖好的就是我爽快就好啊，吼。所以咱爱来明白讲，这个世界到底是安怎咧影响咱，然后搁对圣经内底搁来一直推来，吼，互咱在化，限制你的潜能。上帝原本互每一个人有一个活人，有一个活命，有一个命定啊。但是埃及互咱安怎？咱看到遐个以色列人。因到旷野伫遐咧排怨，因讲安怎？啊，不如阮倒去埃及啦，阮伫遐有通食，啥物有通食，啥物有通食，啥物对无？吼，会当食西瓜，会当食肉，会当食黄瓜，会有当有酸啊，吼，有当有迄个讲葱啊。哎哟，来到伫即个旷野食即个白正无味无素的物件，这就是埃及，互咱的心吼拢地去，都毋知影上帝安怎好掉你。你伫埃及是咧创啥物？做无地啊！出来！好，咱看法老，埃及内底就是法老甲摩西嘛，对无？法老这个名，吼，法老，伊这个比伊迄个希伯来文用，佮加一个 dash， 吼，加一个横
个邪恶的言语。所以伫这个里面来的文内底吼，做者意思了。范乐所讲的话，拢总是邪恶的言语啊。所以迄个第10题了后，就是法老。所以法老所讲的话内底，拢总是 I cannot do it， 我袂当做，我袂当做。所以伫埃及内底，你拢听范乐的命令啊，因为范乐是埃及的王啊，你着安怎？在我，你就是讲，这我袂当，这我无知了。这就是范乐。然后这个王安怎？说话不算话，讲话无算话，50摆。讲好，你会当去，再来讲也袂使你，对无？甲摩西讲好好好，放你去，再来佫袂使你。所以咧，以色列人、犹太人伫遐所受迄款的文化，就是安怎？邪恶的言语，伊家己毋知影，然后反起反倒的话，家己毋知影。佫来，然后恁爱呢？搬过这个原文，break，伊本来伊的字叫来无吼，下骹乌字啊，用佫来，就是那个 Pesach， 然后变成 Passover 就是英文的搬过这个意思。但是你甲法老共款，你两字的中佫搭加一个换的 dash， 哇，搬过这伊有一个意思，字拢无变，敢若加一个换的，叫做 freedom of speech。会当自由讲话，你伫烦恼的内底，袂当拢一直听迄邪恶的言语，讲迄歹话，讲限制你的话，然后你敢若会当想遮的，然后咱的耶和华上帝讲，你爱来搬过者，爱出来，迄个搬过的意思就是讲，你要有言论的自由。这个言论的自由是有一个能够说出一个真理的话的自由啊。所以这个说话的自由对家来讲会特别。所以咱来看出来的意义，第一个，出来给要互咱得到积极正面、积极正面的言语，无搁伫烦恼的迄种咾笑话，无搁伫烦恼迄种邪恶的言语内底。搁来要互咱安怎换过遐个，在咱白条条的，要互咱得到自由。过来就是要互人对受合制的安心，会当，还是予咱受捆锁咱的意志受捆锁，然后会当来得到自由超拔的扩张。有一个故事，马戏团内底一只细只的象，伊自细汉就迄个驯兽师来教，然后迄只细只象呢，白色啊，绑伫一个小木桩一个插头仔的边啊。迄个驯兽师就来讲你袂使你走哦，就来教，就拍，叫伊爱安怎做，就了后无食物件，伊只象足乖的，细只就好教，象渐渐大只，游园逐工绑伫迄个讲，迄个皮仔一条绳啊，请问当伊一只大只象，伊会当游？几乎会当溜的大脚车，请问伊会当溜迄条绳啊？伊会当溜迄条绳来溜长的。但是你只像游玩足乖的，小朋友特别去马戏团，上爱看迄像伫遐用球啊，听迄个驯兽师的话是安怎？因为伊已经被意志捆锁。伊细汉来讲，你袂使你离开迄条绳，你若离开我来你拍，迄条绳我甲你绑袂掉。迄阵是细只。总是当伊大只的时阵，伊的心嘛了想讲，我袂使你离开这条绳啊，我无才调离开这条绳啊，因为这条绳啊打绑我的脚，这就是一个捆锁，一个拉比，一个犹太人的拉比讲，出埃及的意思就是带两条绳，兄弟姊妹，你带两条绳啊，咱看你出来伫内底食啥物物件？咱的主讲，然后我讲你爱安怎？食无甲饼对无？无甲饼就是无下啥，无下啥物，无下迄发粉啊，无发安尼软无甲饼硬硬，无甲饼甲面包差伫倒位？共款讲面粉落去做呀，差伫无迄个发酵，发酵需要啥物？时间啊，发酵需要时间啊，30分钟偌济发啊。但是无甲饼就是做袂了，通会开始食，这个表明啥物？
快，紧，过来苦菜苦的，会当食苦，过来羊羔，羊羔的肉，了后无甲饼，搁羊羔的肉，搁苦菜食，较紧出埃及，表明啥物？伫新约对咱来讲，就是我个主耶稣的宝血，离开伤害，离开遐要互咱财化。离开你每一个人，互你财化的迄条索啊，离开你每一个人的埃及，离开你的法老，就是啥物人是一直用话语是伫咧咧伤害你的，还是有啥物款的代志，啥物款的境遇伫你的生命的中间，一直伫遐讲，你看，你就是安尼。我来讲，你永远就是安尼，你捡甲，你一世人捡甲，你这你本来就袂晓啊。你本来就是发梦啊，离开你去离开，然后进入旷野来受苦，来受苦就是受苦啊，食苦菜就是愿意有一个苦苦的心志。即个我伫青年的营会内底有一个何凯成最近在 TVBS 有台访问过32岁哇，迄天快乐咱的少年人嘛，大家感觉讲哇。又年轻，又帅，然后体格，但是伊的背景，伊12岁，爸爸就过身，妈妈是精神分裂，爱上去，爱上去迄个讲精神院。爸爸要过身，爸爸要过身的是目睭背景，伊看到爸爸目睭背景，伊知影爸爸咧烦恼啥，伊带姐姐，伊甲爸爸讲，爸爸你放心，我甲姐姐绝对。会变歹，会好。伊讲，因为即句话，互伊到即摆拢有挂来。好，即个囡仔，因为阿姑，伊阿姑带去美国，伊去美国12岁，伊袂晓讲英语，然后去到一个拢无台湾人的所在，伊讲伊选校内底，敢若伊一个是外国，就是迄个南方人，伊互拍去，所以伊足爱运动，伊就拍球。总是伫拍球的中间，伊受伤。伫受伤的中间，伊知影，伊讲伊绝对伫即个内面伊爱徛出来，伊爱徛出来。然后伊讲一句话，伊讲任何袂当将我害死的艰苦，拢会当互我得到利益。我毋惊艰苦，毋惊遐个困难。咱个少年囡仔一个就写，伊讲主啊，求你来磨练我，互我有困难。不要一帆风顺，这个劝何凯成，伊讲不要一帆风顺啦，伊讲人生唔通一帆风顺啦，伊讲一帆风顺的人生，敢若亲像一块玻璃，看出水的，啪，不堪一击。你爱钢铁，哇，咱个囡仔我暗时找因的时阵，咧开车甲因讲的时阵，阮连开车嘛拢咧讲遮个，伊若讲无输嘛，那感觉呢？因为好几代基督徒生出来好命囡仔，我感觉上帝你嘛有我困难的代志，互我靠咱的主得到困难来解决遐个困难。恁感觉有好无？好啊，所以咱的信仰甲一般的信仰有共款无？我想所有家乡咧拜拜，一定无人讲神啊，你著互阮兜的囡仔遇到困难为伊生出气来，大部分拢爱看，保阮拢总平安无代志，对无？兄弟姊妹，你到即摆你信耶稣嘛是安尼吗？保你拢总平安无代志吗？你若要到即款想法，我要来你讲，你的信仰总矛盾，因为逐工拢拄着代志啊。若无嘛会感冒，若无嘛会胃病。安尼你的信仰根本就是安怎？虚假的。我要讲。来这礼拜就敢若亲像人去庙拜拜，拄着代志嘛，拄着代志，烦恼来信耶稣，信耶稣，拉在一起，来做伙。所以咱的信仰绝对毋是讲主耶稣你保庇我，拢平安无代志啊。这个世间的本质就是好代志无济，歹代志足济。是我要安怎我靠主和遐歹代志来变做好代志？你看这个何凯成，这个囡仔伊要读哈佛大学呢，伊的成绩无好，伊是用拍迄美式足球，伊用啥物款来得到？伊讲我
靠着主互我的气力，我毋惊艰苦。咱爱培养出来的囡仔是，我毋惊艰苦。再共款啊，以色列人到即摆，因的水有加无？因无加来，逐年就有雨嘛，就有3工，咱台湾就有3工，就是因规年的雨水。但是因的水要对倒位来？对地位上帝所显示的地位来开口。即边佫有讲出一个对以色列人的新创造新创文艺，因即摆佫创造，因佫发明啥物？迄个气球天落了后，随救起来拉链就会当规个把去互移位的随救起来，急救。然后咱学医对无？急救车因对迄个急救救护车的所有的设备放伫一台摩托摆，因为伊讲大部分拢伫遐学医，大家拢摆闪，所以会当伫一个摩托车伊安尼行出去。尤其是较偏远的所在，也是伫咧市区足狭窄的所在。所有的发明10外种，因无惊，无咧申请专利，讲拢袂互人，所以有人问讲，你哪会拢对恁的即款发明足宝贵，拢阁袂互人？连迄滴灌技术，迄个水迄技术拢袂互人。伊讲，无要紧啊，上帝阁显示阮智慧。为什么？咱干那一个卤肉你要甲我问讲我这个河树场的卤肉我甲你10项，我甲你讲9项，我袂讲，一定差一步。咱的心态是安尼，但是遐个我靠上帝的心态是安尼。我讲这个心态是咱这个文化所追求。总是咱虽然是台湾人，咱嘛是天国的子民同时，所以咱爱来学习，要安怎真做分到耶稣的人。某一部分，以色列人的这个部分，因安怎我靠上帝，实在是需要咱看，因为伊诚做咱的感觉见切，就是因无我靠主，因得到啥物款的结果，这咱爱诚做感慨。因嘛要诚做咱的学习，因为因伫我靠主的顶面安怎发展，这要诚做咱的学习。咱才会当亲像因出埃及共款，咱我靠耶稣的宝贝，紧紧离开遐个吓制咱、伤害咱的，然后进入伫旷野内底来受苦、受困，才会当得地为业，才会当得到上帝所要互咱遐的一切的产业。雅各书第4章，第7节来，咱做伙来读台语的部分，请。所以，恁着顺服上帝，也着以着魔鬼，以求招相令。好，来，我请40岁以下的，拢来叫做少年人，读顶面的华语的，中文和合本来。故此，你们要不承认，不要遇到魔鬼。阿免，好，而且有两个要甲咱讲就好。咱来看这内底所讲的魔鬼，这伫新约，所以伫希腊文内底魔鬼，你想讲迄个魔鬼，可能就是魔鬼撒旦对无？而且这个魔鬼伊的意思是倾向伫咧中伤人，讲话咧诽谤人，错误的偏见，拢是伫遮咧讲。故此，你们，所以你着顺服上帝，以敌魔鬼。所以兄弟姊妹，咱有当时。是毋是变做这个化妆的魔鬼？因为咱常常讲话会中伤人，有惊咱会错误的偏见啊，含着敌意的诽谤，就是这个人，你讲你是一个敌意的诽谤，无论是恶意或者是公正的，就是一个诽谤还是控告。控告的代志是魔鬼咧做，但是咱常常做来控告。一个足简单的故事，其实我伫早豆的时阵咧传伊都有讲过，有一个查某囡仔，顶白讲的，顶白咧话语的能力的时阵讲，一个查某囡仔伊老母讲你爱讲实在话啊，结果伊开始讲实在话，第一天去学校，因为伊头先讲假册啦，老母讲你有饲迄只狗仔无？伊讲我已经饲了啊，结果伊是无饲，要先去佚佗再来饲。伊甲伊的妈妈讲我饲了，结果伊的老母知影伊无饲，讲。你敢真正讲实在话？伊讲我实在的啊，毋过迄阵迄故事描写，迄阵的你是安怎？
腹肚内底开始干滚，开始感觉艰苦。尾后妈妈讲：你过来，你目睭看我，你有饲狗仔吗？我无饲啦，我想要先去佚佗。伊讲你先去饲，爱讲实在的。好啊，伊即摆开始饲了，过2工去礼拜日去教会，讲实在话，看到一个查某囡仔，大家拢围伫伊边仔讲：哦，露西，你今仔日哪穿甲是水？哦，你的帽仔甲你的洋装吼，规个配起来都水，所有小朋友拢围伫迄个囡仔。李丽行去边仔，伊看到即个露西。全身躯足水的，伊讲伊今仔穿到足水的，不过伊的帽仔破一空，伊就随来伊的边仔讲啊，露西，你的帽仔破一空，大家本来拢伫遐咧看伊足水，啊，你的帽仔破一空咧，大家拢咧看伊的帽仔破一空，那个丽丽就开始行入来教会内底，哇，迄个露西，你想迄个露西足艰苦的，感觉足见笑的，结果过2工要去学校。伫路仔咧行，小薇查甫囡仔伊问丽丽讲：丽丽，你的数学有做无？我拢袂晓写诶，丽丽有做？我做了啊。好啊，去上课，老师才开始上课尔，丽丽开始举手，老师，我来你讲，小薇伊无写数学，伊讲实在话，结果小薇做去，一讲丽丽继续爆料。我甲你讲哦，迄个阿德吼，伊就是去偷班迄个宋太太的桃仔吼，去伊拍。哦，啥物人哦？迄个小浩吼，伊迄阵吼，伫咧圣诞节吼，伫教会表演的时阵吼，伊去跳舞吼，结果吼，伊跳一个吼，伊的裤去互落去。佫啥物人吼，伊背台词吼背无好，所有的朋友拢来甲伊讲话，足艰苦的。当伊问伊妈妈讲，妈妈，我拢讲实在话啊。你若是妈妈，你要安怎吼？这个故事我讲到遮就好啊吼。这绘本故事，实在话爱搁交迄个疼人的心啊。若无实在话，实在是上害人感心。某一部分亲像魔鬼共款，一个控诉嘛，错误。所以就变做藏污伫魔鬼内底的行动，甚至你就是支持这个中间。过来，拄仔咱就讲，你着爱紧紧走向，紧紧来离开。这个离开讲啥物？这个离开就是走向离开，甲迄个伙伴结合的关系，嘛是地点的离开，就是离开迄个所在。佫有一个离开，就是离开时间的离开。过来一个离开，就是离开迄个原因的起头、起源嘛。这个咱上头仔讲，你着爱顺从上帝，抵挡魔鬼。依主朝向你，魔鬼就必离开你们，好好的。这个离开什么？离开你跟他结合，常常爱讲迄款话，常常爱做伙，常常爱做即款的代志，佮离开迄个根源嘛，咱的心内底，拄我讲的早期的伤害，所以爱伫源头内底爱杜绝失败，伫你内面的人选过一个正面的人物。这个因果理，我顶面讲过，就是你来离开人，你爱选个正面，爱一个换过一个人物，就是自由的人物，伫真理内底，自由伫倒位？当真理伫遐，就要互咱得到自由，对无？所以咱的自由是伫真理内面，所以离开，互咱会当相信，离开，互咱伫困难的所在，咱嘛知影，伫咱的内面，咱全部讲，即使我已经拄着困难，我嘛知影，我的老师无离开我。虽然这个环境用苦难互我诚做囝，用困难互我诚做喙来啉，我嘛拢毋惊，因为咱一定会当来搬过，因为耶稣已经受定伫十字架顶，所以咱毋通停留，咱爱亲像食无教囝同款，毋通搁要等迄面包去发起来，较紧食来，较紧打包。较紧离开遐所有一切伤害咱，离开遐所有一切要来咱救掉的，叫咱讲继续伫遮啊，唔是吗？对你来讲是啥物款的意思？对咱的教会来讲是啥物意思？120几年，咱就出来去啦，伫咱的教会，你已经30几岁、40几岁、50几岁、10几岁，你已经伫这个中间。有遮真无教囝无，有紧紧离开遐伤害你无，还是常常咱搁伫遐咧受气？讲哎哟，哪会搁即款代志搁发生？就是紧紧
抑搁伫过去的一切伤害内底，但是伫过去一切人的伤害内底，你的不平，求主怜悯咱，紧紧离开。离一个心理学家，原来心理学家有一年啊，伊有讲，当我的内心有够强大的时，你指责我会当感受你的受伤。你要讨好我吼，算讲对我好安尼，迄种毋是有，我看到你需要认可，你做理解的，我会当体会到你的脆弱，甲惊。你大概若拢人咧讲话，你拢会伫遐打岔吼，拢要安尼拍吼，我会当知影你嘛会当往家己。当我的内心有够强大的时，我无搁自我怀疑，所有的困难，就要伫咱的中间会当来流动。所有的委屈，遐个伤心，遐个惊吓，遐个悲伤，遐个生气，遐个痛苦，当自由伫遮流动，咱内底悲伤就会当得到温暖。伫迄个自由内底，愤怒就会当得到快乐，各方面快乐，艰苦内底要看到希望。当我的内心有够强大的时，我无要搁攻击人。我知影，当我无搁攻击，甚至攻击家己、伤害家己的时，就无人会当来伤害我。咱而且有时咱是伤害咱家己的人吼，看袂起咱家己的人的吼。所以，当我放下武器了后，我的心就拍开。当我的心开始柔软的时，就要伫听甲慈悲的内面，会当有一个温暖甲人相拄，互人甲人有中间个相拄。你的心若有够强大，人对你讲的话就袂伤害你。你的心若有够强大，你就无想要搁伤害家己。你的心若有够强大，你会伫即个中间有一个快乐伫遐自由，互人甲人中间的关系是变做正面。最后后壁有一句话，因为伫《提摩太后书》的第1章第17节才讲，因为上帝赏赐咱的是毋是惊吓的心，乃是光荣、仁爱，会当忍受的心。心则重要，咱的姊妹，爱搁较细腻，搁较深入来想。我相信，今仔日讲较长，总是这是重要的，因为讲话，咱逐工拢咧讲，时时咧咧讲。嘛，咱每一个人当你咧讲话时，你会当想看安尼，互你安怎讲？有时咱对其他的代志拢做容易，就咧安尼看，就要甲报出来吼。咱是新闻记者，新闻记者检采爱安尼看到啥就报啥，但是咱诚做有一个思想，希望咱的心会当伫话语内底保守，有上帝的快乐伫咱的中间，咱三个来祈祷。主感谢你，为着阮顶死伫十字架，耶稣你的宝血洗净阮，要拯救阮，离开阮生命的埃及，离开遐个限制阮、困着阮、压制阮，要互阮过去的所有的环境、所有的思想、所有的代志。主啊，你拍破遮个，你讲阮就爱紧紧来离开遐个伤害阮的，进入旷野来受苦。主，所以阮要讲，阮所有现主是面对的艰难困苦，也会阮袂当来超越的，阮知影，阮倚靠你就会当来超越。阮靠家己，阮知影，一世人都无法度超越，只有你会当帮助阮。阮知影，阮若靠阮家己，阮所有的只是骄傲而已。总是阮倚靠你，阮会当超越遮个，互阮伫旷野内底受主你来训练，互阮的生命是有快乐的，互阮的家庭是有快乐的，互阮的教会是有快乐的，对你遐来，甲
感谢你保守阮的嘴，用牛一草洗清阮的罪。你用火炭来清洁阮的嘴唇，互阮所讲出来的话是阮的心，当你来拍开真侪这段的所在的话，就是造就人的话。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的青年，今仔日是中央青年部纪念主任，感谢罗岗教会会接来，互我有这个机会会当来这甲大家做伙礼拜，并且代表青年部来请安甲报备。青年部的会员拢是每一间教会会长，参选的会长爱经过洗礼、照罪过，并且伫年会会选出青年部的定期开会，规划青年的活动，并且了解各小区教会的活动，然后讨论看需要的资源，互相支援。今年的青年部定的主题是 Great Return， 有倒来厝的意思，互真侪青年出去外口做工课，还是伫外口读册，伫无闲的中间，拢少少倒来参加礼拜，还是倒来聚会。青年部希望透过即个夏令营，互青年了解参加团契的意义，甲信仰的生活的道理，慢慢啊倒来做的面前呢。然后，阮今年度的活动，顶半年的活动有2月伫永福教会举办的同心营，然后这活动的内容是透过每一间教会会长的教学，帮助怎样带团契，找到就是分享大家团契名带的媒介，我台语有影袂认得。然后讨论团契所拄着的困难，看卖解决安尼。搁有5月嘛伫永福教会举办的 TKC 70周年感恩礼拜，然后内容除了有中会青年曙光委员助理理性的牧师的信息分享，搁有布农中会青年的诗歌赞美，搁有魔术甲信仰的结合来做信息的分享。最后，阮阁有邀请原音传唱的青年，因分享家己写的诗歌，过来后半年度就是今年的夏令营，第即届的主题 Great Return。即届的活动就是伫8月10号，礼拜六到8月12号，礼拜地点伫新店县民下院，主要内容有灵修体验活动，阁有小组的分享。只要你是先国中到20岁以下，拢会使报名。费用是2500块，到7月20号截止。若是超过20岁嘛，我较紧，会使报名辅导甲同工来做伙服侍。只要是大学以上，也是社青啊无者，嘛是会使。报名费用嘛是，报名费用是2500块，到7月14截止。然后透过希望青年会当伫即届的活中受到感动甲造就，伫团契中更加活动，伫服侍更加热心，伫信仰的人生顶面也加加添力量。详细的活动资
资料伫海报的点位，甲中中新闻部 FB 的点位。啊，伫后尾年度嘛，阁有一个活动，就是黄珊珊医师的西瓜见证暗会，时间伫9月25号，礼拜六，地点伫和平教育。过来，阮青年部有准备一段影片，互大家来做伙看。咱先做伙来谈，即个台面有意在第一部所属4就29集，咱先用台语汉语论坛200，请。
你的水龙汤，风吹到生命里，都到掉不会，叫血液回来就出去，后天啊必定稳定。你的水龙汤，风吹到生命里，都到掉不会，叫血液回来就出去，后天啊必定稳定。再来用和合本谈两拜，请。污秽的言语继续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下主日的时间分谈表，请有负责的了解吼。7月份的家庭礼拜暂停，然后拜五暗时8点有百学时间的练习，拜六透早9点有灵性培育课，拜六暗时7点有职场团契的聚会，然后拜日下晡1点有青少年团契的聚会，拜日透早11点有松年团契的聚会。今仔日的消息报告，第1点。今仔日是青年节纪念主日，请兄弟为着青年事工关心大做甲奉献。青年部派数水教会青年来报告，礼拜结束了，要开中集会，请中集参加。第2点，恭喜齐婷建议阿爱我的第2个查某囝已满月，会后有准备油饭，请大家留来享用。第3点，下主日咱的大牧师要前往东天教会主持圣礼典，甲鼓励主会准备成立同会，阮会要由陈佩文传道讲道。第4点，7月20拜六透早9点到下晡5点半，要进行夏令营同工教师营，请夏令营的同工出席参加。也请遐这会议代表，由主处互青年学生团体甲参与人甲关怀问题。第5点，要参加的人违约长老报名。第6点，彰化城市祭坛祷告会伫7月21拜日下晡3点伫本会举行，请大家参加。第7点，主日祈祷会伫每一个主日的透早9点举行，请兄弟提早来参加。台岛的事项第1点，请为罗港地区的福建甲彰化台岛由主掌权伫罗港地区。第2点，请为东天教会、西老帮教会的天王甲宣教台岛奉献。第3，请为身体欠安的兄弟台岛。有渊源兄、韦国兄、曼丽姐、俊元兄、丽香姐、李凤姐、桂花姐、景堂兄、德贤兄、聪明兄，过来会议报告，请大家。6月3号对吧？6月3号生啊，然后我刚才有一个小名就是小乐了小乐他来一个请问咱三甲咱也去咱祈祷的手来为着这个细饼来祈祷。天父上帝，我感谢你赏赐齐平正义，搁一个新的生命细饼来到伫世间。主，这也是阮这个属灵的大家庭，这个细饼要伫这个中间来成长。愿上帝你赏赐，互伊嘛有健康的身体，也要有一个欢喜、无惊吓、平稳的心神。伫伊的灵魂内面，伊要明白，伊就是上帝你创造的，伊的灵要紧紧对了主，主啊，互伊一世人行伫你为着你安排的道路，互伊一世人倚靠你，听主听人，
也要将诚侪上帝你所使用的，更加求主你要互启廷甲正义有智慧，要安怎诚侪老爸老母来管理耶和华上帝你所赏赐的囝儿，诚侪因的产业。主啊，这是一个智慧，这阮的学校内底无教阮的，伫阮的生命中间嘛无即款的教导，总是阮伫真理、伫圣经的内面、伫信仰的内面，阮会当学习到。愿上帝你用圣神甲因同在，也教导，互即对的夫妇，因要安怎用上帝你的真理来教导因的细囝，也互小时知要安怎诚侪节制。也互因一家庭四个人老平平，要伫上帝你的稳定看顾的下面，你的圣神的同在，赏赐因有喜乐，教育因的规律，来面对着生活所有的挑战，无有惊吓，坚强徛在。阮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咱家己轻轻的拍手。谢谢。这是来自挪威的圣诗的我的感谢主，帮助不好和好运，他可以帮助洗刷在我们的愿上帝你的圣神也继续扶持，伫教会内面，青年、少年、儿童、幼婴，每一个伫因成长的过程，满有上帝圣神的同在看顾。主啊，阮也为着中道，阮会当做伙伫爱餐内面来享受，毋但享受食物，互阮肉体养行，也要享受人甲人内底做伙交陪、相听、相让内面的稳定以及福气。阮伫你的面前，为着即款的稳定，即款的会当三斗阵食爱餐，阮献上感恩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咱明天放假，咱就去外头。